竟然一粒帶血嘅女人頭顱，點知背後竟然牽扯出幾宗連環殺人案。兇手喺1年時間內作案6宗，劫財劫色之後奪命，並分解3名女性，8個 QQ 賬號，3000個女網友。佢隱匿喺網絡世界入邊，專門尋找自己嘅下一個獵物。最後卻因為案發現場一袋毫不起眼嘅情人梅露出馬腳。2012年7月3日晚上22點，廣東省汕頭市城鄉結合部一間賓館嘅女服務員紅姐正喺度做落班前最後一次清潔工作。當佢打掃到3樓樓梯嗰陣，發現樓梯上有一滴一滴嘅血跡，呈點狀分布，顏色鮮紅，應該係啱啱滴落冇幾耐。紅姐諗起頭先只有306房間嗰個男客人拎住一個行李箱，突然先經過件事好似唔係好對路。但呢個時候嗰位客人已經行到賓館門外，紅姐即刻追出去查問。男客人佢話係自己整損咗手指，講完騎住電單車就走咗，只係手指受傷，點會流咁多血呢？紅姐覺得好奇怪，於是去306房間查看，只見房入邊床鋪整齊，地面亦都好乾淨。唯一顯得異常嘅係洗手間入邊有個旅行袋，打開一睇入邊裝住嘅竟然係一個人頭。紅姐即刻嚇到夠槍，趕緊叫同事報咗警。警察同法醫先後趕到案發現場，經過法醫驗證，呢係一個女性頭顱。由面容同牙齒推斷，受害人年齡大約30歲左右，身高大約1.6米。通過受害人嘅面部特指以及頸部綁住嘅紅繩，可以判斷佢死因係機械性窒息死亡。佢先係俾人用繩勒死，然後慘遭分屍。警察經過仔細勘察之後，喺洗手間牆角同地面磚縫入邊發現殘留血跡，經檢驗亦全部都係受害人嘅，因此306房間應該就係嫌疑人作案嘅第一現場。事發之後，306房間亦都被嫌疑人精心打掃過，留下有用嘅痕跡同物證並唔多。警察只喺床頭揾到一個黑色膠袋，膠袋入邊除咗一啲比較平價嘅女性化妝品之外，仲有一袋已經開封嘅情人梅。另外仲喺床墊上揾到一枚帶血指紋，指紋紋路比較粗大，冇意外應該就係兇手留下嘅，但係指紋唔夠清晰，冇辦法進行取樣比對。不過通過觀察嫌疑人對犯罪現場嘅處理方式，以及受害者頭顱上嘅切割痕跡，可以得出結論，嫌疑人行為十分老練，一係一個慣犯，一係熟練屠宰工，又或者係經常上手術台嘅醫務工作者。警察為咗盡快破案，勘察完現場後即刻去調取監控。然而賓館監控當日出咗故障，只拍到一啲片段。監控畫面顯示，案發當日下晝5點左右，306房間嘅男客人，亦就係警察鎖定嘅嫌疑人，曾經離開過賓館，但冇拍攝到受害人係幾時入去。據賓館紅姐回憶，嫌疑人操住一口外地口音，係下午2點入住，當時只有佢一個人，其他工作人員亦冇見過受害人進入賓館。咁啱呢間賓館係私人經營，經營並唔規範，客人登記記錄亦唔完整，所以好難鎖定受害人身份。嫌疑人同受害人身份信息都唔清楚啦，亦令案件推進變得十分困難。不過隨後警察喺現場調查時，又得到一條有用信息。隔籬307房間客人喺下晝4點幾嗰陣，曾經聽到女人嘅叫喊聲，於是警察將周邊監控排查範圍縮細到當日下午2點至4點，好快就揾到新線索。當日下晝3點50分左右，嫌疑人離開賓館之後，嚟到一間菜市場門口，似乎係喺度等人。過咗一陣，一名紅衣女子出現咗，兩個人一齊向賓館行去。一路上兩人邊行邊傾，似乎並唔陌生。由時間上推斷，進入306房間並遇害嘅受害人應該就係呢位紅衣女子。接住警方喺請求隔籬多個市縣警局協助排查嫌疑人身份時，收到隔籬揭陽市警方發嚟嘅信息。2011年12月4日，揭陽市亦發生過一宗無頭拋 S 案，嫌疑人嘅作案手法同呢宗兇殺案十分相似，同一個嫌疑人作案嘅可能性非常大。但當時由於種種限制，令案件一直都冇偵破，於是兩宗案件同時陷入死局，冇任何線索。直到警方再次注意到案發現場嗰袋被打開嘅情人梅，案件先至終於出現真正嘅轉機。喺情人梅外包裝上有一個價錢標籤，上面寫住中山市物價檢查所。呢個價錢標籤係當地物價部門對商品價格進行審查嘅標記。亦即係話呢袋情人梅應該係受害人喺中山市購買。捉住呢條線索，警方順藤摸瓜，揾到一架由珠海開往汕頭嘅客車。
客車司機表示自己對受害人印象好深，因為佢係從中山市上車嘅唯一一名乘客。汕頭到中山400公里，警方即刻成立專門小隊，趕赴中山查找線索。佢哋到咗中山之後，從中山警方嗰邊得知一個叫張靜嘅女人失聯咗，佢丈夫正喺度揾佢。兩夫妻都係外地人，張靜喺中山一間足療店工作。佢丈夫話俾警察知，張靜喺7月3號離開中山，話係公司有事要出差，但冇講去邊，亦冇講做乜。總之張靜離開之後，佢就再都聯絡唔上張靜。警察叫張靜丈夫睇咗紅衣女子嘅相，佢確定呢個出現喺汕頭嘅紅衣女子就係張靜。於是警察調取咗張靜嘅通話記錄，發現7月3日嗰日，佢曾經頻繁撥打同一個電話。通過查詢得知，呢個電話係廣東揭陽嘅，不過呢個號碼並冇實名，所以警察只能推測呢係嫌疑人嘅電話號碼。得知嫌疑人可能喺揭陽之後，警察又馬不停蹄趕去揭陽。但揭陽除咗本地居民之外，仲聚集咗唔少外來租訪者，人口太多，逐個排查難度太大。於是警察只能夠用懸賞方式將嫌疑人嘅相發出去，等熱心群眾提供線索。冇過幾耐，警察就接到舉報電話，有人話喺揭陽市郊一條村入邊曾經見過一個外貌特指同嫌疑人好似嘅人。於是警察火速趕到村入邊，喺當地居民配合之下，揾到嗰名外貌特指同嫌疑人好似嘅人，並確定咗佢身份。男子名叫曾長福，37歲，係貴州省劍河縣人。8-9年前嚟到汕頭，曾經喺汕頭一間印刷廠工作。2年前失去工作之後，就以電單車載客為生。通過影片同相片辨認，警察確定曾長福就係嫌疑人。於是警察突擊拘捕咗曾長福。經過多日調查同抓捕，曾長福終於落網。面對警察嗰陣，佢毫不遮掩咁承認咗殺害張靜嘅事實。據曾長福交代，佢認識受害人張靜嗰陣，就話自己係私企老闆。張靜對佢表現得好感興趣，兩個人大概傾咗10幾日，張靜就主動話要見面，佢就將張靜約咗嚟汕頭。接到人之後，直接帶去賓館，同張靜發生關係之後，無意中透露咗自己唔係老闆嘅信息。張靜好嬲，並開始反抗，仲大嗌救命。無奈之下，佢只能用自己隨身攜帶嘅紅繩將張靜勒死。因為係喺賓館，冇辦法直接將 S 體搬出去，只能先將屍體分成幾件，再分多次帶走。只係仲未嚟得切帶走張靜頭顱，就俾賓館服務員發現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亦正正係服務員紅姐發現得及時，警方先可以咁快捉到曾長福。而喺之後深入調查入邊，佢哋發現曾長福犯下嘅罪惡竟然仲唔止呢一宗。審訊完曾長福之後，警察前往咗佢嘅出租屋。喺出租屋入邊，警察翻揾到好多女性嘅手機同筆記簿、電腦，仲有一啲女性用品同衣服，而呢啲全部都係曾長福搶翻嚟。佢仲有8個 QQ 號，上面有3000幾個女網友。佢每日都同呢啲人傾偈。受害人張靜就係透過網上聊天，被曾長福呃到汕頭嚟。根據曾長福嘅聊天記錄，警察仲得知佢曾經搶劫過5個女網友。於是警察嘗試聯絡呢5個女網友，其中2個網友害怕自己私隱被曝光，並唔配合警察詢問，但亦有3名女網友承認自己曾經遭到曾長福搶劫，只不過礙於面子又驚丟架，所以冇報警。曾長福話佢約女網友海防，係因為佢之前拍過拖嘅2個女朋友都嫌棄佢太窮而同佢分手，所以只能轉移到網上尋找愛情。但如果佢同聊天對象講自己只係月入2-3千嘅打工仔，根本冇人願意繼續同佢傾偈，索性佢就喺網上幫自己立咗個私營企業老闆人設，效果非常明顯。好快就有好多女網友主動揾佢傾偈，佢就係用冒充老闆呢種方式約女網友到汕頭同自己海防，等發生關係之後再對女網友實施搶劫。警察逐步對曾長福手機入面嘅通訊記錄進行梳理，發現喺2012年6月12日前有一個江門市手機號碼同曾長福聯絡頻繁，有時一日要打10幾個電話，但係佢喺6月12日嗰日戛然而止，之後再冇任何聯絡記錄。經過核查手機號碼信息，警察確定呢個嚟自江門市嘅手機號碼係一個名叫黃鳳嘅女人所有。黃鳳老家喺江西，10年前離異之後就帶住女兒去咗廣東江門，多年嚟一直同女2個人相依為命。佢女兒喺6月13日就向江門警方報案，話佢母親黃鳳失蹤。黃鳳係喺2012年6月12日嗰日離開江門，走嗰陣佢同女兒講係汕頭一個朋友幫佢介紹咗一份工作，要去汕頭，結果去到夜晚黃鳳電話就打唔通，由於線索比較少，
加上冇其他可疑情況，所以警察並冇查到黃鳳去向。黃鳳女兒亦曾經四處打聽，但係依然冇得到半點黃鳳消息。46歲嘅黃鳳離異多年，佢本人好中意喺網上交友聊天，仲幫自己改咗個網名叫鳳飛飛。警察調取咗黃鳳喺網上聊天嘅記錄，發現佢同曾長福喺網上已經傾咗一段時間。佢話俾曾長福知自己冇工作，於是曾長福就開始向佢展示自己私營老闆身份，塑造咗一個非常有錢嘅形象，仲以談戀愛為名呃黃鳳，叫佢嚟汕頭揾自己，可以安排佢到自己公司上班。但喺見到黃鳳真人之後，曾長福改變咗想法。黃鳳年紀比較大，又生得好靚，佢想賭一鋪，於是就將自己真實情況話咗俾黃鳳知，睇下黃鳳願唔願意同佢一齊生活。但黃鳳得知自己上當之後，就同曾長福嗌咗起嚟，一氣之下，曾長福就將黃鳳叉死，並喺將黃鳳遺體分解之後拋棄到野外。話又講翻揭陽2011年發生嘅無頭女 S 案，喺警方追問之下，曾長福亦承認咗，但受害人並唔係佢喺網上認識嘅女網友，而係佢曾經嘅女朋友，名叫阿梅。據曾長福供述，佢同阿梅兩個人成日因為錢財發生爭吵，喺一次爭吵之後，阿梅提出要離開。呢件事令曾經喺感情上受過傷害嘅曾長福怒不可遏，佢覺得女友離開係嫌棄佢冇錢，於是腦一熱就將阿梅拆死。然後為咗唔俾人發現，佢連夜將阿梅嘅遺體同頭顱分別由揭陽大橋上面拋咗落去。喺曾長福被抓捕嗰陣，警察仲見到佢又約咗幾個女網友準備第二日見面。真係唔敢諗，如果警察仲未捉到佢嘅話，唔知又有幾多女性會俾佢搶劫殺害。由於涉嫌故意殺人、搶劫等多項罪名，最終曾長福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並於2017年3月被執行死刑。虛擬世界入邊嘅感情可能會帶嚟新鮮刺激嘅感覺，但由虛擬轉到現實嘅變化，亦有可能令人跌破眼鏡，甚至被帶入萬劫不復嘅深淵。有句俗話講得好，網戀有風險，面基需謹慎啊，因為你無法確定等住你嘅係驚喜定係噩夢。多謝大家追完今期案件，大家可以喺評論區一齊傾下偈。我係 Leo 啊，得閒記得 follow 我個頻道，下次見。